咁今日我哋好高興咧，邀請到前香港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吳兆康。咁我哋今日嚟到佢依家喺英國嘅選區喎。咁因為吳兆康 Andy 佢依家喺英國 Wokingham 呢個小鎮咧，就都好厲害啦。喺2年前就當選做Wokingham Council 一個區議員啦、鎮議員啦。咁我哋今日嚟到佢選區咧，就同佢做一個專訪，就回顧下過去呢2年喺英國嘅一啲地區工作，睇下有冇啲有趣嘅事情同我哋分享下啦。咁首先我想了解下啦，即係你嚟到英國，跟住你又帶住香港嘅區議員嘅經驗啦，嚟到英國做呢個鎮嘅議員，你覺得呢2種民意代表嘅身份對你嚟講個本質有咩最大嘅區別呢？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幫居民，都係幫街坊。有時我哋爭取嘅都係可能係無論係修橋補路啊，即係民生無小事嘅事情。咁但係咧唔同咧就係喺香港咧嘅，我哋做區議員咧就係一個諮詢角色。我哋就算成個議會贊成都好，民政處一個委任嘅官員佢唔同意，佢都做唔到嘅。即係民意成日好似俾人去逆反咁樣。但係喺英國咧，我哋係不單止地區議會咧係管理地方政府，係有一個好大嘅權力去決定唔同嘅事項。咁我哋嘅我個自由民主黨咧，仲係一個地區所謂嘅地區執政黨。咁好多時候我哋同意咗嘅事情咧，就係會去實行嘅。咁所以我哋係有實權嘅，所以喺香港係未經驗過呢啲嘢，亦都係好高興可以由頭至尾去到落實一啲政策。係咁啊！過去2年有冇啲難忘嘅事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當然首先就一定係幫到好多香港人啦。無論喺民生事項或者拍門嘅時候見到嘅事項，或者啲唔同地方，不單止係 Wokingham，同埋喺地區喺英國嘅香港人去問我嘢啊，去幫手啊，咁我都可以叫做可以做到幫到佢哋嘅工作。同埋亦都係好高興通過咗2個我哋香港人都好重視嘅動議啦，包括係BNO 反對5年變10年嘅動議啦，同埋係反對中國超級使館嘅動議。喺通過咗譬如反對超級使館咁通過動議之後呢，唔係淨係議會知道，地區嘅報紙有報導，唔單止係 Wokingham，仲係 Bracknell 同埋 Reading 嘅報紙都有報導。咁係個聲音係幾大嘅，都係有啲我係原先未必有諗過係咁樣。就算係第2日呢，通過完之後呢，即係過幾朝報咗道之後呢，我哋出到去，去同屋企人去麥當勞食嘢呢，有本地人呢過嚟同我握手，話我好贊成我講嘅嘢，好好啊做啲嘢。咁呢個係我幾開心嘅事。同埋喺我哋黨大會發言，半年前度喺黨大會發言，咁關於香港人，關於 BNO， 關於中國超級使館呢啲，咁得到黨內好多人嘅支持，好多人嘅鼓掌。尤其是當我講到係我講翻我嘅經歷喺香港點樣被逼嚟到英國，跟住喺英國唔甘心要再次去從政，而喺大家嘅支持之下，喺政黨支持之下，喺地區黨友支持之下，同埋香港人支持之下，我能夠再次去到做到地區議員，去繼續我自細想做嘅事情。咁我見到好多人去支持我，去支持我哋香港人我價值觀，而去好多嘅鼓勵。咁呢啲亦都係令到我感動嘅事情。有冇1-2單 case 係即係你比較深刻可以分享下？其實地區議會case 即係好似香港咁但係咧有啲唔同嘅。喺香港喺呢度咧就冇一啲例如隔離後花園冧樹冧咗個渠道啊。咁呢啲去處理。咁我喺香港多數係好多時候係樓上漏水落樓下啊嘛。咁但係呢度咧就係多數係冧一棵樹啊，或者啲垃圾去咗過嚟啊。咁都係好似香港咁咯，都係要同佢哋唔同嘅居民去持份者去商量，去跟住同佢哋安排或者叫佢哋去政府部門安排政府部門去協商，咁樣去解決件事。係咁，過去2年喺英國嘅工作同你預期中有冇咩唔同呢？其實因為我一早預咗英國，我不嬲同人講話喺英國做區議員呢，有一半好似香港咁。始終香港係英國嘅前殖民地，咁好多系統都係似地，但係有一半係唔同嘅。咁喺我入咗議會之後呢，咁其實真係好多係相似，亦都好多係唔相似嘅。咁所以
因為我預咗，所以冇話特別係有咩好大嘅 surprise 咯。咁你平時嘅工作都接觸到啲香港嘅選民啦，亦接觸到更加多嘅 local 本地嘅選民，佢哋之間會唔會有啲利益上嘅衝突啊？點樣平衡呢？即係你當然係服務晒所有選民㗎啦，咁但係入面又有本地人又有香港人，咁有冇咩利益衝突啊？咁其實香港人喺呢度呢個係好多謝係好唔常見，亦都係好少見。呢個亦都其實要功勞係即係歸我哋區內香港人。我哋區內香港人呢，係大家居民見到我哋區內香港人會幫手做好多義務工作啦，幫手整個公園啦，呢度有義工去整啦，幫手去全家一齊去參加執垃圾嘅運動啦。而居民呢喺呢度呢，我亦都慶幸當地呢度嘅居民好了解我哋。我哋香港人呢，嚟到英國呢，我哋係好多係唔係話好似其他地區移民係可能係諗住謀生，諗住更加高收入。香港人好多人移民嚟呢度係犧牲個事業，係收入低咗。我哋要嘅係民主自由嘅空氣、民主自由嘅空間。好多本地嘅人呢，其實亦都係好理解到我哋價值觀之後呢，亦都會好欣賞。我平時拍門敲門嘅時候呢，我不單止冇避開香港啲我嘅情況或者香港嘅政治，我仲會去主動提及向本地嘅人。咁佢聽到之後呢，係即係好支持，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嘢唔同啦，同本地人我哋膚色、語言、文化好多都唔同，但係我哋關於自由、民主、人權、公義呢啲價值觀呢係一致嘅。咁所以呢啲就係我哋共通點。咁而喺呢區嘅我呢度嘅本地居民呢，佢哋都會知道香港人喺呢度呢。其實香港人嚟到英國呢，其實好少話會攞好多福利，反而我哋交嘅稅好多。咁其實對英國嘅經濟呢係作出咗貢獻，對佢哋嘅無論係退休金啊，或者係地區嘅各種嘅稅項啊，其實都係持續咁貢獻緊呢個社會。咁所以因為香港人同埋本地嘅人，所以我見即係唔係利益衝突唔會話好大。咁近年全世界都有啲排外嘅民情喺唔同國家出現咗啦。咁特別係英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嗰啲極右抬頭。咁你有冇察覺到喺社區或者議會入面都有啲反新移民嘅一啲民意、一啲情緒喺議會或者社區嗰度反新移民咧？喺 Wokingham 嚟講咧，或者雷丁嚟講咧，如果係你話好兜口兜面好明顯嘅，其實就唔覺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啲好似話啲隱形啊、啲潛在啊嗰啲咧，其實呢個就好難睇到嘅。不過就我成日覺得我哋要咁諗，我哋就算係有人好似潛在好似排擠喎，咁但係我哋都唔好理咁多，我哋去繼續做我哋嘅事。咁因為呢啲始終係少數，而我哋香港人，我哋用我哋喺英國嘅貢獻，同埋喺我哋喺英國嘅各種嘅做好嘅事，做好我哋自己個本分嘅事，我相信英國人係睇到。咁我見你過去2年都好積極參加香港人嗰啲社運啊，同埋你頭先提到喺議會都通過咗一啲 motion 同香港人有關啦。咁有冇一啲人或者選民啊，會覺得你淨係關心香港人嘅利益、香港議題，就唔理啲 local 嘅議題啊？好似我以前喺香港中西區嘅時候呢，就同許智峰係地區拍檔嚟嘅。咁學阿許智峰話齋，咁我哋做好民生工作，開好我哋嘅法團，做好我哋嘅民生地區事務，做好我哋嘅 case， 幫好本地嘅居民。跟住我哋會做好多議會嘅政治工作，甚至喺香港嘅議會抗爭。居民係不單止係會理解，仲會係支持嘅。咁嚟到英國都一樣啦，我哋同地區嘅團隊呢，係地區團隊對我支援係非常之多嘅。咁我哋喺地區嘅工作呢，亦都係做得好好，亦都係有目共睹。咁跟住我喺呢度方面，我就會譬如我哋會出席啲香港人嘅集會啊，推動啲香港人議案啊。咁居民不單止係理解，佢哋仲係支持。係。咁嚟緊都你個任期即將結束啦，都做咗係咪2年啦都？係2年。係啊，咁你即係自己俾一個分數，過去2年自己個議會工作，即係你會俾幾多分啊？或者合唔合格啊？你覺得？我相信係合格嘅，因為雖然我係喺英國嚟講係一個新嘅議員，但係
我哋非常之盡力啦、搏盡啦，亦都係有地區黨團嘅支援，係非常之充足，係即係我哋地區工作係打得係穩打穩紮嘅。咁我相信我哋地區工作嘅成績表係絕對合格嘅。係咁我相信你嚟緊都係咪爭取連任啦？咁可唔可以透露啲有冇啲咩特別嘅方向或者政綱？因為喺英國嘅地區議會咧，通常政綱都係各項嘅民生事項，例如喺我哋Early Station 嘅鐵路嘅站點樣去改善嗰啲行人嘅過路設施啊，各項嘅事情，點樣去增加我哋一啲譬如電動車啊嘅泊位啊，可以或者一啲可再生能源嘅優惠啊咁樣，咁一啲民生嘅事情。咁但係咧，我仲會喺我嘅選舉包括單張度咧，去提返我哋香港人嘅身份，同埋我哋堅持嗰啲價值觀嘅事項。即係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即係你講緊呢啲價值觀係咪？我唔係，我會提返例如我係香港嘅前區議員啦，因為安全嘅原因要嚟到英國，咁但係我係同好多香港人一齊，我哋好重視自由民主嘅價值觀啊。咁亦都會譬如喺敲門嘅時候，我亦都會同佢討論返香港發生緊嘅事啊，例如超級使館啊，我哋香港人關心嘅 BNO 啊，黎智英案啊等等。咁因為我覺得喺地區選舉度咧，雖然呢啲未必係淨係關一個地區嘅事情，但係咧呢度嘅居民咧係好會支持我哋呢啲價值觀嘅。咁我2年前都係同居民都係講呢啲事情，咁我相信我係會去繼續去重視呢樣嘢。咁或者可唔可以講具體啲？即係你嚟緊個政綱同2年前參選有冇咩分別啊？當然會講返一啲好民生嘅事情，例如我哋爭取嗰啲譬如改善個鐵路站嘅進度，我哋一個斑馬線一個街燈嘅進度，都會同當區嘅居民去講返。即係加啲斑馬線定係維修加啲紅燈？例如我哋研究緊喺Early 嘅火車站咧，就去安一個紅綠燈，因為嗰度係一個好多人返學放學啊、返工放工都會經過嘅地方，而嗰度嘅道路係幾闊又係幾快嘅，咁我哋希望可以改善一個安全啲嘅環境。咁我哋會同返當地嘅居民去講返呢啲嘢咯。係。咁跟住講下可能政治啲嘅政綱啦。咁假如你連任成功，即係有冇啲長遠嘅政治上嘅一啲目標啊、一啲爭取啊？當然服務民生好重要啦。咁但係我亦都好想可以為香港人發聲。不管係民生上，抑或喺政治上。咁我會繼續好似呢2年咁樣喺做好地區工作之外咧，我會喺街頭發聲啦，喺黨內發聲啦，喺議會喺國會度都去就住唔同嘅方法去發聲，去影響我哋個國會。例如喺英國，我哋唔應該去將我哋嘅經濟去依賴一個極權國家中共，我哋應該多啲同自由民主嘅國家組成係好似聯盟咁樣去對抗呢個極權嘅中共，同埋關注香港人權，關注喺英國在英港人嘅權益。咁我好希望可以做到呢啲事情。咁所以我會尋求唔同嘅方法去影響國會，同埋可以喺國會度去做到發聲嘅工作。係，跟住都想問一個可能遙遠啲或者有趣啲嘅假設性問題啦，即係如果香港有一日已經光復咗啦，咁你會唔會返香港從政咧？我相信光復香港係我哋好多香港人嘅理想，亦都係我嘅理想。咁但係我知道唔係一時三刻做到嘅。咁喺而家其實我係會專注努力做地區民生工作啦，令到逃離香港嘅香港人嚟到 Workingham 可以安居樂業，可以繼續喺衣食住行都好，亦都可以繼續發聲，成為一個喺叫做喺海外嘅一個燭光。咁至於如果真係光復到我吳兆康會點樣？其實我而家集中民生工作，所以呢啲係冇真係好實際去認真諗。
咁我相信到時再去睇，但係無論係點，我相信喺邊度我都會以服務香港人同埋去爭取民主、公義、自由為我嘅職責。5月7號就係英國嘅地區議會選舉嘅投票日。希望大家如果未登記選民嘅，盡快登記做選民，因為我哋香港人喺英國，我哋要盡我哋嘅努力，盡我哋所能去發聲，能夠遊行嘅遊行，能夠上街嘅上街，能夠投票嘅記住登記選民去投票，發出香港人嘅聲音，然後喺5月7日去投票，用一票一票去支持香港人嘅民生聲音同埋我哋香港人嘅政治訴求，進一步進入議會。希望大家盡快登記做選民，同5月7號一齊去投票。好，咁想問下 Andy 你咧，即係講多少少啲具體嘅地區工作一啲個案啦，或者有冇成功爭取到啲咩咧？喺過去2年，可以講係民生無小事啦。例如喺英國好出名嘅，我哋啲路有啲窿，咁我哋一見到咧，無論係街坊見到，佢哋會打俾我哋 email 我哋，或者係我哋親自見到，我哋會即刻停。咁我哋去緊買餸，我哋都會停低。揾個地方停低架車，跟住去影翻嗰個窿，跟住就去議會嗰度去反映翻咯。咁仲有好多平時嘅，譬如公園嘅凳，大家會同香港唔同嘅就係因為英國啲公園好多泥，咁係我中意嘅，好過石屎嘅。但係咧佢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咧落雨嘅時候咧，好多凳下邊咧，即係可能踩嘅地方咧，由於凹咗個窿嘅關係咧，佢係會積水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去議會度反映啦。咁最後可能由議會同埋義工隊一齊去填翻啲窿啦。咁呢啲係喺香港少遇見嘅情況咯。有冇話要爭取幾耐咧？即係喺議會度，定係即係以前香港嘅經驗，可能係打俾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就會去做噶嘛。咁係咯，要喺英國你嘅經驗要爭取幾耐先填到個窿？老實講，其實喺香港咧，如果唔係緊急情況咧，其實啲嘢都唔係好快。咁喺英國咧，其實都會有啲時間要睇下，因為譬如個窿咧，佢係有我哋議會有承辦商去負責填啲窿，但係咧個承辦商佢係分開可能一個時期一次啊。咁如果係啱啱過咗佢上次填窿嘅時間咧，咁咧就有可能要耐啲。不過咧，譬如我議會我哋個黨同啲黨友咧就推出咗啲計劃，就係喺一個叫做正式嘅填窿維修之前咧，可唔可以補一啲臨時嘅去做翻啲情況？咁譬如有時有啲地方係發生水浸嘅，我哋去呢啲緊急情況咧，我哋地區議會同埋地方政府咧，其實呢啲就做得快，呢啲好即時做到嘅。咁但係一啲維修，尤其是譬如公園張凳可能有積水嘅情況，咁呢個就真係要佢哋要排住去即係排優次咯。咁都係同香港係類似咯，即係緊急就會快啲，如果唔係緊急就要排隊咁。係。咁講下啲個案啦，有冇啲難忘嘅個案可以分享下？難忘嘅個案其實就係好多平時去幫唔同街坊嘅嘢咯，例如係喺香港有冧樹，咁呢度英國我哋都會有冧樹。咁會譬如冧咗去隔離後花園，咁佢點樣處理？咁我哋都會去幫佢協調部門啦，跟住去協商去處理翻。咁呢啲都係香港時候好少見到嘅事咯，因為香港係即係唔會有咁多花園去處理咁樣。有冇遇過啲好棘手嘅 case 你唔識處理咁？其實平時敲門嘅時候咧，因為我係即係我嚟到英國好多嘢，一半係我成日講我嘅經驗，一半係好似香港，一半係唔似嘅。咁所以好多時候遇到棘手個案咧，其實係有嘅，或者有啲我係未完全去了解到嘅。咁但係好似香港做區員嘅經驗咁啦，我哋會集低，跟住去同翻啲資深嘅黨友去團隊講，或者係地區嘅國會議員。跟住我哋都會支援翻，向佢留低我哋嘅聯絡，跟住同佢一齊去聯絡翻佢咯。咁有時候咧，我都聽到有啲朋友就覺得Lib Dem 啦，即係自由民主黨個定位好似唔係好清晰啊，即係工黨嗰啲係左翼啦，跟住保守黨啊就右翼啦。咁其實Lib Dem
你自己覺得嗰個定位係點咧？或者有同其他政黨有咩唔同咧？其實有時啲香港朋友問到我都會話好似香港民主黨咁咯，即係我以前嘅香港民主黨咁。我哋唔係工黨咁樣去咁左，亦都唔係保守黨咁樣。咁我哋係例如我哋主張個人自由啦，政府唔好 keep 咁多錢喺佢個荷包，應該啲錢應該擺翻我哋嘅荷包嗰度。我哋亦都係，但係我哋都同而家譬如而家右翼咧好多反移民，甚至連 BNO 都反嘅政策，佢哋嘅政綱咁工黨亦都係。工黨亦都係有傾咗嘅喺移民政策度，咁我哋呢邊咧係堅持去支持移民，尤其是香港移民。我哋喺上次黨大會呢，我更加係一齊去，我有份幫手去一齊去通過咗個動議呢，係將 BNO 5+1納入咗係黨嘅綱領嗰度，同埋係要保持5+1唔係10+1，同埋要進一步開放，唔可以有各項嘅門檻。呢啲係擺晒落去我哋嘅黨嗰度，咁呢個亦都係咁多政黨之中呢，應該係唯一係咁樣做嘅。咁所以而我哋個香港人喺 Lib Dem 唔單止係喺 Workingham， 仲喺倫敦啊，喺唔同嘅地方呢，都係會有都係歡迎香港人去參與。咁好似我2年前我講過我係第一個香港前區議員喺度參加英國地方議會。咁好希望之後可以多啲唔同嘅香港人，無論係咩政黨都好，都可以多啲去參加。咁經過2年呢，我知道咧係多咗香港人去參與喺嚟緊嘅地方議會選舉咧，喺唔同嘅地區咧，除咗呢區之外咧，都會應該係會有香港人會去進一步去參加啦。